各位朋友好，歡迎來到活象 B 吧。今日同大家講單勁爆新聞：巴黎羅浮宮前2日，即係10月19號，竟然喺光天化日之下，俾人搶咗一批價值連城嘅珠寶。成個過程好似拍戲咁，係咪好似紙房子嘅劇情？佢哋全程只係用咗7分鐘咋，失竊咗啲乜嘢？唔見咗9件拿破崙時期嘅珠寶，包括項鏈、胸針、皇冠等等，全部都係法國皇室嘅歷史文物。法國內政部長話：呢批珠寶係價值連城，無法估量㗎，唔係用錢可以衡量，主要係佢哋承載住法國嘅歷史同文化。中間小插曲係賊人逃走嘅時候，意外跌咗1件珠寶，之後俾人揾返。有傳媒話呢件就係拿破崙3世妻子歐仁妮皇后嘅一頂皇冠，不過發現嘅時候已經有損壞，都算係不幸中之大幸。而羅浮宮鎮館之寶之一，重逾140克拉嘅攝政王鑽石，今次安然無恙，冇被偷到。犯案方法同經過係點？成個過程真係好似犯罪電影咁。我同大家逐格重播時間同地點。事發喺當地時間上晝9點30分至40分左右，賊人揀咗羅浮宮面向塞納河正在維修嘅一側落手，專業嘅團隊合作。根據報道，呢事案係有3至4名蒙面賊人所做。內政部長形容佢哋係一支經驗豐富嘅團隊。點樣進入？佢哋揸住一架有升降裝置嘅貨車，利用個升降台升到去2樓阿波羅長廊嘅窗戶位置，跟住就用小型電鋸或者其他切割工具，好快咁割穿個窗框玻璃，就咁潛入咗去放滿珍寶嘅阿波羅長廊。佢哋簡直係閃電式落手，一入到去，佢哋目標好明確，直奔珠寶展櫃。用工具打碎強化玻璃，攞走咗9件珠寶，全程真係快、狠、準。最後點樣逃走？得手之後，佢哋迅速沿路撤退，跳上事先準備好嘅電單車，沿住塞納河岸極速逃去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警方話，佢哋之後調取咗成個區域超過200個閉路電視畫面嚟追查。但係賊人好快就失去咗蹤影，成單嘢搞到在場嘅遊客都好驚慌。有人話見到博物館裏面所有人跑嚟跑去，好用力咁敲打玻璃門想走。羅浮宮之後即刻宣布閉館1日，進行調查同清理。有安保專家同傳媒就質疑，點解賊人可以咁容易利用施工中嘅地方嚟犯案？係咪反映咗羅浮宮嘅保安存在幾大漏洞呢？講到呢度，係咪覺得好似睇緊紙房子或者渡海豪情呢？不過現實就係呢啲承載住歷史嘅寶物一旦失去，可能就永遠都揾唔返。所以話保護文化遺產真係人人都要出一分力。今集時間又完啦，你哋又點睇呢單案呢？留個言話我知，亦可以俾個 like 同 share。下集內容更精彩，再見。